默主嗰日聖母信息，2026 1月25號，親愛嘅孩子們，今日我歡你哋成為祈禱人，並成為所有尚未認識天主之愛者嘅祝福。小孩子們要與眾不同，成為積極祈禱與愛天主嘅人，使你嘅生命成為天主之愛傳遞俾人嘅標記。為母親嚟祝福你哋，並喺我聖子耶穌面前為你哋每一個人祈禱，感謝你哋回應我嘅呼喚。喺今次信息中，聖母講咗4次成為祈禱人，成為尚未認識到天主之愛者嘅祝福，成為積極祈禱與愛天主嘅人，同埋成為天主之愛傳遞俾他人嘅標記。呢4個成為中，我究竟會做到多少個？我每日都會祈禱，但有冇諗過要成為祈禱人，將天主介紹俾未認識佢嘅人，都未必做到，更何況成為佢嘅祝福同埋天主之愛嘅標記？一下子做唔晒嘅，唔緊要，逐項去完成。聖母都等咗我哋30幾年啦，今日認同我哋話，耐心等待改進，叫我哋知唔知足，肯唔肯去改，終有一日達到目的。聖母一直陪伴我哋成長。我哋做一個有誠信祈禱嘅人，一位誠信祈禱嘅人，一定能花養萬物，一定能共議同行，一定能互愛相處，一定能禮待無疏，一定能知恩報愛。呢個係信實嘅天主，我哋唔會放棄祈禱，我哋繼續祈禱，讓回應聖母嘅呼喚，成為一個祈禱嘅人。睇下山有月光，月光西沉有太陽。但我哋祈禱時，有時潛喺沙漠中，發現一個綠洲；有時一直喺一望無際嘅沙漠中。呢個係靈修路。我要愛沙漠勝過愛綠洲，咁樣我先能夠正確地在天主嘅路上。因為祈禱嘅人有時感受到天主溫柔慈愛，但又會感受到乾枯。終於有話嚟啦，正想放棄祈禱，但德蘭修女佢講呢種情況為井枯，10月1號稱之為黑夜。枯井經驗就可以啟發我哋去睇下每一日都係日常平凡枯燥嘅生活，咁樣不至於失去天主，而係真正就揾到天主。